听见我们山鹰巨大的引擎声，会让人一下子热血沸腾。相信现在100米之外站在起跑线上的张培萌也已经是非常兴奋了。人类的肌肉和机械引擎的对抗，到底谁能够最终的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现在谁都不好说。张三准备，加油吧！不会吧！太牛了！耶！哇！谁赢了？你赢了，你做到了！真的！哇！感觉怎么样？现在？我感觉那股气势真的是咄咄逼人，让我。他的气势虽然大，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是你。哦，这个结果真的没有想到。好，所以说你是最后的胜者。那么现在我们的情况变了，你将接受更残酷的挑战，更强劲的对手在等着你。虽然上次50米赢了，但是这次的对手可是歼十啊！这次见到歼十之后，感觉他的声音要比上次的叫还要大得多，他的气势还要更猛得多。他对我的压力真的是很大，不过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828起飞，明白。感受85，明白。第10起飞，明白。正常，跟我想象的差不多。这个歼十战机真是太厉害了，比我上次竞速那个叫9的声音还要大得多，感觉那个声音就像撕裂时空一样。通过训练，再争取通过训练跟飞机的距离再拉小一点，但是这个肉体之躯跟我们祖国最高精尖的战斗机是再怎么弥补也无法跟战斗机相提并论。因为这次跟战斗机赛跑也是我第一次嘛，所以说通过这次比赛也燃起了我对科学的兴趣。今后呢，希望通过更科学的训练，可以让我自己和战斗机的差距再缩小一点。